最主要给它变化多短啦。你像那一条兰，它是一个流线的，佢冇像让兰开的发很艳丽啊，不过佢的姿态很自然啊，所以给人家的感觉两个不大一样的欣赏角度。陶车希望嘅兰花园度，无一道开到闹闹嘅花，主要拢系欣赏入意嘅本土兰花，也按做决兰。50世界车希望，20万年前透过朋友嘅小解，决定帮拍本来嘅食品加工业，转行种兰花。台湾嘅兰花，日本人當愛啊，加出要當果啊，你人想講，有機會嚟認識嚟學識講咩啊？蘭花有嘛？你台灣嘅農業啊，做乜嘅東西有得有很好嘅東西，你冇學到啊，才慢慢的想要去認識了解。一個認識，車希望就開闢當導演嘅時間，將實地真見嘅體會。種蘭花20萬年，車希望先行充滿定長期，像之前是種出一盆價值2700萬嘅蘭花。因為蘭花係福氣草，長時給它變化，本你想唔到，給它變化，長時又變到特殊嘅價值就會變高，變亮變質啊，有啊嚇，種起來嗰個粉盤，本樣反切，其實係相到攞其他農業有啊，實在是一種較強過韓國嚇，較有價值啦。唔過大家參考講解，30萬年前，因為知道蘭花市場行情當亂，車希望專心研究塔摩品種嘅繁殖，進行定級分類，同無按將嘅便宜賣。本初學者也係一般民眾，也是得認識蘭花。當到上愛嘅人，一直認為挺貴，沒有辦法接受，喊你是講下普通嘅打磨，是講變化冇按好嘅。你用下評價，本睇啲家來認識。安尼，本來預算愛幾10萬嘅台灣塔摩蘭花，在200克就是得買到。也因為安尼，同樣對車希望也當唔了解。除非是有啲人冇了解嘅時點，他們會誤導。其實因為呢種東西都得生產越來越多嘅時點，你冇來消化嚇，係它會影響市場。所以講你用。有變化較好嘅，價值含喺當高；較普通嘅是本地都大家有機會來欣賞，有機會來參與，所以到最後大家都會認同。為到本國家黨員欣賞嘅想法，車希望將本來貴深深嘅塔摩蘭花，實在行業一般人嘅生活當中。你一條蘭，係講價值唔會挺高，你送禮啦，放喺屋下啦，放喺客廳啦。規則氣氛啊，規則價值啊，就是一種，你心理上、生活上的另外的一個享受啊。較高貴嘅蘭花就必須特別照顧，像那個基平態嘅溫室地帶，就要20萬帕2公噸。像前面落水有嘛嚇，但係按葡萄，你就是用取代太陽啊。所以就是說，佢變到講落水田來按葡萄，你都得給它光合作用。按你迄個照顧起來較方便啊？照顧起來，這個生長會較好，也會較夾。為按用心照顧蘭花，除了係工作，車希望還同一項產業做文化事業同經營。我感覺就係一種文化的享受，還有一種。源遠流長啦，你係講你台灣啊，有啲吉蘭啊，就會你本地嘅山都會延伸種採下來，包括在你中央山脈都有可能。唔過真正要做到好嘅品種，冇咁簡單啦。當到鹽地，車希望除了種蘭花當強之外，其實先做對國外產業提倡書。將到關於栽培繁殖嘅人意上，因為看到你按正嘅書種嚇，你台灣肯定看到。當時他這個以為是農博，其實唔係啊。因為你看見樹形的嘛，佢唔是修剪，它就是一個蟲狀，有沒有？很高哈，
佢現當江，就像歐洲嘅風景咁樣啊。因為當家己檀香樹，赤耳木太淡嘅傳落來，也因為安尼帶動關內園藝嘅發展。因為它那種啊常綠嘅植物有嘛，人家做田園樹啦，做步道啊，還個做一個景觀哈，當好配合啊。啊，幹地起來又輕鬆啊。以這個日夜溫差派嘅位數來講啊，顯得特別涼。玉蘭花20萬年，赤耳木嘅努力同貢獻，都見韓本統一安樂。佢當驕傲嘅講，世界土蘭花界做出一個關鍵，對園藝界成就一個突破。安尼個成績已經當滿足咧。